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6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因为台湾岛调兵引起全台惊吓，所以立委陈廷辉甲议员赖慧媛联合邀请农委会等单位，上伫6家召开座谈来关心。会中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表示，调兵台湾岛无可能纳入市场，所以强调目前市面上所卖台湾岛拢是安全的，请民众放心。桃园前几天传出台湾岛感染全台首例的胡伯病，造成大量死亡。而台南更是台湾岛的主要产地之一。立委陈廷辉甲议员赖慧媛伫上午特别邀请行政院农委会等单位，伫台南6甲区召开台湾岛的联合说明会，要求赶紧止火，莫继续影响其他地区。而且也希望政府协助养殖业者制定一套完整的产销制度。咱伫这段时间，尤其昨做检验的部分，咱所有的器材场，咱拢去检验啊，完全拢无问题。这是咱等下黄副主委甲咱报告。然后，咱嘛希望讲，咱这次的事件，要安怎会当赶紧来止血？止血是最重要的。要安怎止血？就是伫咧桃园整个这次吴国元胡伯病毒的代志了后，咱要安怎将桃园这个代志赶紧解决，莫阁影响到别个所在，甚至影响到大家对着咱吴国语、咱遮的安心。所以伫这个部分，今仔日咱希望讲，透过着农委会黄副主委来到咱地方，甲大家做一个说明以外，嘛希望会当将咱一寡未来咱的产销制度。包括着咱要安怎会当将咱的品质要安怎顾好好势，会当伫咱政府的协助之下，要安怎来做了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指出，目前桃园台湾岛养殖渔温伫爆发点3公里内的7个养殖场已经做过检验，只有2场有无正常死亡。而台湾岛伫台湾已经养殖40-50年以上，抗病性好，就算有染病，也无可能伫市面上贩卖。验到了，因为伊就是大量死亡嘛，异常死亡，鱼啊拢会浮开。咱也知影鱼啊，伊即马若着病了着病了，伊即马活力愈来愈无的时阵，伊会沉落迄个水下骹，沉落水下骹死去了，几工了，2工3工了，伊才阁浮起来。所以伊浮起来的时阵，迄鱼啊就已经拢差不多烂去啊，所以迄也无啥物经济价值，即款鱼啊也无可能讲有可能有迄个机会上市，根本无可能。同时，农委会也表示，目前死亡高峰期已经过啊，未来抗病毒品种提选出来，提供市民用食，对产业冲击会更较小。但新闻站山王志豪采访报道。这个南下州行政机会前总统马英九受到议员嘉良界邀请，下晡特别来到北区关心台南的弱势民众，同时现场嘛有侪乡亲排队等要翕相，场面相当热烈。前总统马英九一落车，就受到侪乡亲的欢迎。伊今仔日来南部行行程，借着机会来看老朋友，见台南的乡亲，并且受到议员嘉良界的邀请，做伙关怀聋哑人士。一开场就用手语来甲现场的朋友交流，受到热烈的欢迎。所以各位都知道，我们其实蛮重视这个聋人的福利啊。当年也是纪政小姐跟我建议，你争取这个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所以刚好我对聋人的问题还知道一点，所以今天我来看到各位，然后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并且还有颁奖，我当然是一定会来的。尤其是我知道这是谢议员他热心的事情，一定都是对台南、对聋人们是有帮助的。刚好今天呢，我跟总干事本来商定有一些生活物资要捐助，那总统下来了，我们就邀请总统来共襄盛举。
会中由前总统马英九代表关政务组、河淡市听障者李进辉以及台南市聋哑护理协进会表达对因的关心。台新闻架山王子豪采访报道。新市是北领部故乡，新庄有境迈经迈入14档游行，所以今年公所在北领部产业文化节当中，除了捧出区内10大美食小吃以及领舞热菜，同时也结合永安宫推出第2代领舞笔，希望今年领舞节更加有深度，成功带动观光产业。虽然前2站雨雨水真高，营房销售前的白领舞落个严重，不过看伫农民眼中，其实今年产量也算正常。同时介绍一斤嘛至少也有150块。农民表示，因对6月10号开始办，未来这1个月上届着时。今年产量的当时应该下这么多雨应该还不至于差到哪里啦。嘿，应该是也阁有啦，也真济咧，你就从咱即摆现场甲看，这调安尼领舞安尼调安尼算袂少啊啦，嘿是。新市清早白领舞的故乡，14档前开始栽培新庄，现在有成开始丰收。所以公所今年3白领舞产业文化节，特别以转动新市领航一世作为主题，加上区内10大人气美食小吃的票选，同时开发白领舞结合港式点心的创意料理，相当新颖，未早互民众全新的感受。领航一世，啊，比者业者好来。咱新市白领舞节今年是第14年，所以阮以这个转动新市领航一世的这个主题。14年来办这个领舞，咱富裕已经有一个成果啦吼，所以讲咱今年家己新的元素就是咱这个新市的人气美食，做伙来参与这个活动，互咱这个新市的店家让借这个活动，毋是讲甲正领舞的果农有收益尔，会当咱新市的在地店家会当个愈闹热，让阮新市呢有无共款的一个气象安尼。同时，会场嘛展示第2代领舞笔，就是将白领舞的手机正康特上 MBN 的纯手工 MB， 加上马祖信用的顺风耳红仔造型，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那我们今年做的是顺风耳，那有些人问我说，你们怎么做红色的？那我们这个永安宫的顺风耳跟千里眼，它是到154年之前从巴沙港要引进来。它今年进来的时候，它就是红色的，所以变成我们的底就是红色的是那种。那有可能我们明年会做千里眼，那千里眼就变成绿色的因为我们这是105年，我跟我们郑主委从社区转到永安宫这边，那我们去年105年是做龙的造型，那今年是做顺风耳的造型。会中贵宾嘛表示，白领舞的酸酸涩涩，有安芳，有清甜，佮会调泡，这是正港新市白领舞的气味，欢迎大家做回来品尝。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热热天气，互人分段出门，只想要留伫厝内用电脑看电视，所以上主车甲三广有线电视特别推出只要网络费用加10块，地当全部折扣看影片的促销回馈。伫活动推出以后，得到热烈的回响。同时，也正伫脸书粉丝团所推出的抽奖，19号嘛正式抽出6位幸运的得奖者。上主车甲三广有线电视6月佮推出新的上网促销，也就是点石成金，要来回馈民众。业者表示，每个月网络费用佮加10块，得当家家的金额摕来当做看机上影片的费用，而且也送13个月节，加上2个潘多拉加30个音乐频道，免费看一档，相当的好。所以短短2礼拜，就吸引551位民众热情参与。双子星跟三广有线电视的脸书粉丝专页，那我们在6月份举办的点石成金活动呢，短短的2个礼拜之内就有500多个留言，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用户以及我们的脸书这些粉丝好友们对公司的支持跟鼓励。那7月份暑假要到了，那我们会持续的在暑假这段期间呢举办新的活动，那也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我们关注。当然，为了让更加多民众知影这项好康，也正个特别伫脸书粉丝团顶面推出留言加公开分享的抽奖，19号正式公开抽出。首奖会当得到量贩店800块的礼券，得奖有5名电脑清洁组的幸运民众，
业者表示，嘛请民众持续注意7月份将推出的这些优惠好康。今日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杨灯开车门啦！杨灯是开车门，杨灯是开车门，杨灯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对日本时代的起的台南车站甲铁道虽然成为府城中心的发展基础，不过随着都市发展，铁路不止切断都市两边的生活空间，甚至事故不断，所以铁路地下化一直成为民众期待。而经过超过20档的争取甲沟通，今年3月率先伫林德段发布动工，一面透过新闻专题，只会了解铁路地下化发展的前景。根据台铁局在民国106年统计，每日约有200多班列车通过台南，并集中在尖峰时段，不仅阻碍通行，更有交通安全疑虑。伊足侪吼，像这个吼，拢这车轨道顶头拢有车，哦，啊，咱嘛是照常，嘛是要乌多摆啊，车尤其车上危险嘛，车去停在这轨道顶头，啊，有当火车来袂赴啊，啊嘛，迄火车倒啊放落来，伊嘛是去动过啊，嘛捌动转来啊。所以做危险的，所以要开这铁路地下化。从日治时期就建设的台南车站与铁道，奠定了府城都会核心的发展基础。然而，随着都市逐渐发展，平面铁路不仅切割了两侧道路系统与生活空间，铁路行车产生的噪音、震动及平交道交通阻塞衍生的空气污染、能源消耗等公害，更严重影响铁路沿线环境景观及品质。铁路沿线有8处地下道、2处铁路桥涵及3处路桥，周边环境雨漏，维护清洁不易。为了消弭这种种问题，交通部铁工局研议办理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但台南市区现有铁路沿线路权宽度仅约14到21公尺，无法同时满足维持现有铁路正常营运及铁路地下化工程施作所需空间。因此，不论采行何种可行之铁路立体化施工方案，均会造成沿线拆污。在多方考量下，行政院最终核定影响最小的方案，也就是直接在现有轨道东侧下地施工，影响私有地2.88公顷，占工程总面积16.6%，约323门牌户。而如何兼顾执行中央政府核定国家型建设计划的责任与照顾市民生活的使命，成为市府必须积极面对的课题。针对铁路地下化工程受拆户，市府提出专案照顾住宅方案，新建照顾住宅，供地下化工程受拆的合法住户以成本价来选购，解决受拆户居住的问题。而照顾住宅基地就位于台南市东区生产路与铁路交汇处，生产路南侧。基地临近文化中心、巴克里公园、台南都会公园。基地就在未来南台南车站对面，住商条件良好，并委托台南在地优质建筑团队富力建设来兴建，在市府的监督下，保障住宅居住品质。
铁路地下化专案照顾住宅于104年7月8日至9月8日受理受拆户登记申购，共计收到201户受拆户登记申购。抽签作业于104年11月2日，在律师、会计师以及与会媒体、申购人共同见证下圆满完成。后续共计181户完成选位。照顾住宅工程已于104年8月动工，至今结构体已接近完成，并于106年2月20日依照工程传统习俗执行铁路地下化专案照顾住宅上梁典礼。我们属于仁德段部分了，已经在今年的3月份了，已经包来动工哈。我们期待这一条这个铁路地下化工程大概目前我们交通部铁工局预计在113年大概沿线大概全段这个通车大概启用。那我们期待这个工程进行当中可以非常顺利让台南市铁路沿线包括我们这个比较东半段西侧尤其是我们东区北区仁德区跟我们中西区市中心的这个连接，未来道路的连接可以更顺畅整个都市的发展可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开河铁路地下化工程新建将开辟宽约25到40公尺、长约5公里的公园道，未来也将新辟林森跟南台南站，希望借由铁路地下化建设，缝合府城100年时空轴线，既能准备重大建设与都市基础工程，提升公共建设附加价值与都市发展效能，亦可达成交通改善效益，促进都市整体发展与进步，并由全体市民共享公共建设之效益与成果。对去年8月开始，市府交通局陆续建立铁轨自行车系统，而且营运到达已经有52个据点，将近1500台数量备受好评，所以包括大学甲企业团体拢响应关键。而上午的正式举办台积电伫南科这站的关键启用仪式。市府交通局自去年8月陆续建立铁轨站，启用到达总共有52站，2496台，累计租用超过25万厝。各起甲南药理大学甲台积电公司响应关键，并且伫上午举办台积电南科站关键启用仪式，展示建地的成果。邀请大家来见证这个台南T-Bike的一个里程碑现在是第一阶段。那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这个部分的事实上呢从去年8月我们在南科那边5个站跟奇美5个站启用以来呢那陆陆续续我们今年年初呢把这个18站再建制最后这个50站呢总共50站52站呢这个建制呢，事实上呢一直以来呢都颇受好评那整个那个骑乘的绩效啦或者骑乘人数呢然后呢直线上升到目前为止呢短不到1年时间已经有25万的人次呢借用我们的 T-Bike， 那骑过的人呢都说赞比 U-Bike 还赞，因为我在台北以前也常常在骑 U-Bike 那T-Bike 呢我骑过以后呢，不管是品质舒适性跟它的整个便利性跟它那个操控性跟 U-Bike 呢真的是更上一层更高。其实我们这已经是南科的第6个站了前5个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平常它就是公众运输系统的最后一站我们在南科那边有一个南科一个火车站，还有一个上化火车站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从业这个同仁或者甚至是附近的这个员工他就是从台南市坐到那边去然后就骑着过来那黄昏的时候太阳还没下山这时候再骑着回家那在假日的时候那更是漂亮假日的时候其实附近的居民还有一些观光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南科管理局它对这个自行车道是布置得非常的这个完善，它是整圈的真的大家有空周末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滚溜一下T-Bike 是市府交通局推出公共运输最后一里路的服务设施，除了提供民众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转骑 T-Bike 的方便性，也会当达到节能减碳甲健身的效果。但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依照中医讲法，妇女朋友伫生产过后，若无好好做月来调养，日后会有济后遗症。
所以基比海中心相当的担心，将对散户推出3阶段的调理加核桃列宁等具体性的做法，让大家参考。为了帮助产后妇女会当顺利度过伫做月内期间恢复身心健康的关键，基比海中心的中医部特别推出3大阶段的中药调理，每一阶段拢重点的中药材配方。医生强调，绝对毋是一开始就食满油餐，而是因应每一个产妇的状况，一步一步调整体质到上好的状态。产后调理我们主要是分成3个大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化瘀血生心血，那我们一般代表方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生化汤。那第2个阶段主要是因为针对妈妈怀孕这中间她一些肠胃的蠕动比较缓慢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第2个阶段主要是中医所谓健脾益气的部分。那我们主要的代表方叫做加味四神汤。那第3个阶段就是我们传统，就是可以开始吃一些补品，或者是一些比较所谓调补肝肾、调理气血的部分。那最常用的代表方，我们是一个加味十全大补汤。那药材的部分就会以一些补养气血，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补肾、调肝的一些药材为主，这样子。那一般坐月子大部分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本身就是妈妈本身有一些妇科的疾病包括说像子宫肌瘤啊，或者是子宫腺肌症，或者是像有一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部分，一些妇科的肿瘤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在坐月子的药材方面会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当然，除了趁月内调整体质、补气血，厝内人买当对减轻腰酸或是卡老虎酸痛核桃来替妈妈试一个，拢一定程度效果。中医师强调，到底要安怎做月内，拢会当咨询专业的中医来做专属于个人的调养。但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云有时乌阴，短暂晴好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非常感谢收看6月20日的中港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